后来乡亲啊，过2个月，这个基隆港总算阁等到国际邮轮来入港咯。早起的7点半，这台邮轮停靠伫个基隆港的码头，538个船员入船了后，必须爱做14天的居家检疫。 刷落来，都要通过核酸的检测，确认是阴性，无来喂着病毒，才过来就船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这个14天加7天，21天后，台湾民众就会当坐这台邮轮到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去游览咯。 大只国际邮轮慢慢驶入基隆港，这个画面已经真久无看啊！为了尊顶将近600个船员，包括机关署的检疫人员、公务警察、甲移民署海关的人员，超过100个人伫现场待命。所有船员的行李甲行过的所在，拢必须要彻底消毒。伫确认身份甲初步检疫了后，头一关就是到境检疫旅馆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，所以要通过核酸检测确认是阴性，再去就船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 那会有50名，因为船上有必要的留守人员，在船居家检疫的这些船员呢，那他的第1天，今天就要开始做了。第1天、第5天、第7天、第10天，分别要做4次的一个智慧的核酸检验。 588船员，总共有21个国籍，大部分是为东南亚来，不过嘛包括6个是中国人。因为机关署还未开放入境，无法入船，只好伫个船顶检疫。估计7月底，首发团会为基隆港出发，到金门、马祖、澎湖进行跳岛的行程。率旅行社推出5个航次的旅程，2点钟内就1700人上网络注文。伫国境还未开放旅游的时阵，常有民众体验敢若有出国的趣味。